德國柏靈至尊腦活素增強記憶力、暢通血管、加強腦部活力，屈臣氏有售。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，我係 Lily。以下內容取材自秦鵬觀察節目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文字。特朗普嘅最新國會演講對中國着墨唔多，但係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好明顯又喺關稅等問題上擺咗習近平一刀。今日主要討論4個特朗普輕輕帶過，但實際上非常重要，未來對美國以及國際社會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問題。第一係烏克蘭問題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特朗普演講講到，澤連斯基最新俾佢寫咗一封信，表達咗後悔之意，仲聲稱願目的喺特朗普嘅強力領導下實現持久和平，以及簽署礦產和平協議。睇起嚟好好，係咪呢？但係好多人注意到一件蹺蹊嘅事，之前路透社宣稱特朗普會同澤連斯基簽署協議，並喺演講中宣布，但並冇發生咗乜嘢呢？背後嘅原因係特朗普認為澤連斯基誠意不足，佢仲係想要歐洲更多攞錢支持武器，最後自己擴大戰爭，撈取政治資本。所以特朗普想先將澤連斯基放喺一邊，繼續觀察佢嘅實際行動，並要令佢更冷靜一啲。呢方面嘅最新證據就係中央情報局長證實，美國已經切斷咗對烏克蘭嘅情報共享。而我哋知道烏克蘭高度依賴美軍情報，包括防空以及對俄軍打擊。好多朋友可能同我一樣關心同情烏克蘭人，會擔心俄羅斯會唔會乘機加大攻擊呢？實際上唔會，好多人冇注意。特朗普當時仲講咗一句，與此同時，我哋同俄羅斯進行咗認真嘅討論，然後我收到強烈信號，佢哋已經準備好和平啦。呢個係真係假呢？2日前有一個重磅訊息，普京最好嘅盟友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放風，普京對入侵烏克蘭感到後悔啦。盧卡申科講，普京對戰爭感到後悔，因為戰爭演變成一場全面衝突，係一場佢冇預料到嘅戰爭。當佢意識到傷亡人數眾多，普京尋求通過談判停止衝突，達成協議。咁樣呢個係唔係假期行動，放煙霧彈嘅呢？唔係，因為普京最近仲有2次背刺中共嘅行動，其中一次係主動要提出同美國開發稀土，呢個就係喺拆中共嘅台。最新仲有一次，俄羅斯2月份以嚟主動同伊朗聯繫，要伊朗放棄核武器，同美國達成協議。路透社透露咗呢個獨家消息，美國官員稱喺特朗普同普京前一段時間通話之後，國務卿盧比奧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等高級官員2月18號喺沙地首都利雅得舉行會晤，就討論咗華盛頓希望莫斯科幫助解決伊朗問題。而且一位白宮官員稱，俄羅斯係主動提出嚟要進行接觸，並冇被要求扮演呢一角色。最近伊朗喺穩步提高鈾濃縮水平，遠遠超出咗特朗普廢除嘅2015年協議所規定限制，而特朗普堅決唔容許伊朗擁有核武器，佢默許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進行打擊，但同時又對伊朗達成協議，保持咗開放嘅態度。喺回答彭博社提問時，克里姆林宮默認咗呢件事嘅真實性。發言人佩斯科夫仲表示，俄羅斯認為美國同伊朗應該通過談判解決所有問題，莫斯科準備竭盡全力實現呢一目標。普京咁樣做實際上係一箭雙雕，一方面係用實際行動幫助特朗普解決難題，同特朗普做交易，表達喺烏克蘭問題上嘅誠意；另一方面則係背刺中共，因為中共同伊朗有幾千億美元嘅合作協議，佢試圖通過支持伊朗搞極端主義，
等美國無暇顧及到中南海，而一旦伊朗同美國達成協議，中共嘅呢個如意算盤就會破碎。所以對於俄烏戰爭，雖然特朗普公開講嘅唔多，雖然澤連斯基有一啲個人想法，但係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喺各方力量推動下，今年有希望實現停火。呢個就會令美國能夠全力轉向印太地區對抗中共。特朗普演講透露嘅第二個問題係價值觀，佢回答咗一個關鍵問題：美國到底邊度翻嚟嘞？實際上亦暗示咗同習近平關係嘅未來真實走向。特朗普2.0時代到底喺度提倡一種點樣嘅價值觀呢？具體嚟講，特朗普嘅價值觀涵蓋國內同埋國際兩方面。特朗普嘅價值觀喺國際方面尤為突出：一、反對全球主義，避免承擔過多嘅全球義務，專注美國本身嘅利益；二、交易型外交，重塑國際體系；三、推崇強硬嘅現實主義，不惜運用各種力量施壓，要求盟友同埋對手改變。呢個係過去非常罕見㗎。而且特朗普2.0仲希望通過共同嘅價值觀篩選決定同埋不同國家到底點樣打交道，並會因為價值觀嘅唔同就大打出手。為乜嘢會咁樣呢？因為特朗普盟友同埋敵手嘅待遇係唔一樣㗎。佢對盟友以武力威脅，主要目的有3個：一、調整貿易關係；二、俾對方重塑價值觀，加深同盟關係；三、仲藏咗一招，等佢哋理順同埋中共嘅關係。譬如美國商務部長路德尼克最近對媒體透露，墨西哥同加拿大提出要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。所以大家睇懂未呢？為乜嘢2次加徵關稅？特朗普都將習近平放喺一邊先呢？第一次話要俾佢打電話，結果習近平左等右等冇等到。第二次講好3個國家一齊加㗎，又剩下咗佢一個。根本原因價值觀唔同。中共對內侵犯人權，將中國人民當作奴隸壓榨，甚至當作活動嘅器官載體；對外不斷欺凌周邊國家，將輸出芬太尼作為對搞亂美國、對美國發動新鴉片戰爭嘅機會，咁樣都係要付出代價嘅。反觀中共，再睇習近平一次次俾企業家食定心丸，宣稱要大力幫助企業家，似乎俾企業家鬆綁、解除封印。本質上，黨只想要奴隸，唔可能要民營企業家真正嘅同自己平起平坐、大展手腳。中共強硬嘅真實底色，其實喺特朗普最新嘅演講中，亦被暴露得一覽無遺。特朗普講，就喺今日，一家大型美國公司宣布，佢哋將購買巴拿馬運河周邊2個港口，以及好多同巴拿馬運河同其他幾條運河有關嘅事物。國際媒體報道，李嘉誠旗下嘅長江和記實業經營住位於巴拿馬運河兩邊港口，而家佢哋打算作價228億美元，連同其他一啲國際港口出售俾美國企業。輿論普遍認為呢個係特朗普施壓嘅結果，就似特朗普喺演講中講嘅咁樣，我哋唔係將佢俾中國，而係俾巴拿馬。而家我哋要將佢收翻嚟，結果真係收翻嚟啦。中共戰鬥到底喺邊度呢？本次嘅新視角聽新聞就到呢度，請記得訂閱點讚。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嘅 Patreon， 亦請大家多多支持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鐘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〜